你要待会儿一块儿吧。要3个以内的看法是没问题。慢点。这个味道有点像那个放烟花的味道。你看咱这个正常这么大南海风啊，咱用单焊丝它是没法焊的，因为它丝的只要一根焊丝一下漏出来了。你哥看，就故意你就点焊点个这么大的缝出来是吧？然后焊了看看是吧？对对。好了。反面成型。哦。就说这个功率再高一点的话，它反面都能成型。就直接一次性就跟正面一样了。对。